200磅肥仔叉頸揼同學。16歲肥仔五花大綁咁送去醫院，仲好激動，要幾個保安先至撳得佢住。細佢幾個碼嘅同學真係俾佢屈晒機啦，條頸叉到損晒，最後齊齊被捕。佢哋喺葵涌祖堯邨呢間中學讀中四，尋日朝11點幾，小息啱啱完咗，準備上堂。肥仔醒起老師叫佢去隔離班借 K 簿。入嚟做乜啊？走啦，眼望望。校長話兩個嘅操行同成績中等，冇打交記錄。俾人打嗰個係班嘅輔導員，熱愛中國武術，而肥仔就經常幫老師搬嘢，有參加模型比賽。校方事後已經通知雙方嘅家長，會以校規處分。